刚刚认识的那个卤哈，沙爹好了呢，你看说可以变出懂得种料理，对不对？好。第一次你要讲来做嘛该？做剁椒鱼。我看准片都辣椒味，可是你准片辣椒味应该含准片蓝布子哎。蓝布子，客家人用的蓝布子。川菜里面的剁椒油不用蓝布子吗？没有，因为下条客家做，所以唔得甜辣。哦。所以你要客家蓝布子带啲甜，带啲香。既然要剁椒的话呢，就应该要剁辣椒味，对不对？顾说你张快是欧洲料理的时间。就系澳洲川菜哦，做川菜系，啲学士也开始做，哥阿妈妈佢要搞地位啊，你开始做。哦，可是你既然系剁椒的话，你要等佢浸泡等多久哦？至少19日。19日了。发酵，因为那这会用酸的，混了就比较呛。哦，你看必发酵，它会让不给梅头还盐还酸。如果带啲酸梅，有5个空下整啲梅头，特别好食。从来切都按台阶咁真劲 OK。做唔得。就除非他有一种哎，还是你再让来示范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我来切。好 OK。哦，这也差太多了吧？对啊，你就来剁酸甜。酸甜有看嘛呀？看嘛那个剁。看嘛这样剁。啊，不过像你大白都要做好，妈妈会饮来啊，然后检查。我有。真的。做冇乜变骂哦。你按太会给他们骂哦。啲妈妈喺心地杯，永远喺夹生意。真嘅。当道菜咩佢讲啊？真嘅。所以佢看唔过佢就会不讲。佢喺也规定啲咩品质总管。错。阿娘就做得嚟吧？做得空下冰落去。辣椒嘅老酸头不落去。空下冰。按辣咯。唔会辣，唔使夹。过来，那冰呀，客家人嘅蓝布子。全部都可以吗？嗰啲就秘方做唔得讲。哦，好，这糊的东西就错诶。哦，那皮汤也就低嘞，那甜点呢？一般那皮油还要做的话，要做得落的喂。挑油啊，也得要做得系么？好，那个标价啲盐。盐。过2次。做哪落酒咧？加快吗？加快发酵。那搅啊。莫看阿娘就好食了，2行去等。2行去等。等3年才有春味。100。OK，姑嫂，佢係已經訂好食嘅，做好嘅。係做好嘅。也幾好，你看有發覺，也種色就還有一些咧喏，它比較偏深色，也幾就有一些偏種咖啡色嘅。哦，冇乜嘅辣咧。冇辣哈。有香，有嗰種辣椒嘅香味甜甜。兩個呢就吃到，真嘅你剛剛講嘅，佢較鹽一些咧。較鹽哈。而且已經有出酸咧。2次素露菜，除咗係豆椒醬嘅資產，最特別嘅就係啲大廈入嘅早泡麵，呢片又有創意，係王太哥親身研發出來嘅秘密景點。沙丁佬已經處理好嘅鹵魚擺上去，個盤呢已經滷好發過都係香味嘅豆椒，含加滷好嘅水擺到農場底度，整大約10分鐘左右就做得咧。好，沙丁呢來西亞嘅豆椒嘅部分，天哪！看肚本身就油嘛，哈，可它特別的肥。哦，你看，我彈呢，有冇看到？特別皮啊呢哦。加個餃子，加個油脂，真勁噴動到誒。噴動到啊！我杯一層皮有絕到含卡到嘅豆椒嘅味道，裡面有個。豆椒味蔬菜，你剛剛已經有基本10年，10年，它不會很辣，它其實是香氣比較濃，對，濃香啊呢，還有嗰種藍鋪自己本身嘅嗰種鹹香嘅蔬菜，甜甘嘅。我本人吃到講，其實一當開皮哦，其實可以先吃，一吃下去，你要開皮嘅時間，下杯菜呢就會一直食慾越來越好，這樣子。鳳爪老長葱成冇好看嘅豆椒魚，係看起來老食起來雙重嘅香酥，含加大下嘅泡麵，將奶味蒸發嘅糖果後，嘅涼涼嘅水，又會辣嘅米線，本人當然甜冰甜。